表面上交接已經安排得七七八八，但實際上有關細節嘅協商一路都呈膠着狀態。中巴遲遲唔肯落實細節，令新巴嘅準備功夫一籌莫展。關則輝同蔡柏榮最怕對手打時間消耗戰，距離接收唔夠1個月，佢哋手上嘅籌碼越嚟越少，部署時間越短，出亂子嘅機會就越大。呢個回合，中巴係佔盡上風嘅。但我一驚就我到時我連車你小西灣嘅時間都冇。佢一陣間如果佢要玩嘢咧，就話：喂，你之前嗰啲油咧係中巴嘅，我要褪翻晒油出嚟先至俾架車你。咁你咪凍喺度，係嘛？咁所以做最好準備，作最壞打算，就係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嘢。我哋開頭比較上就覺得稍為smooth 啲，而家咧就好似發覺臨尾咧好多對方啲小動作咧咁樣係有啲戰戰兢兢啦，即係都係每一個步驟都要諗多幾次，可以出錯咯。即係可能都因為個赤鱲角事件啦，或者上單嗰啲第3號幹線嗰啲影響到人對我哋嘅要求會高咗。我唔希望令啲人即係到時有時失望多次，因為個香港唔可以再有啲咁嘅大嘅亂嘅，再失望多次，好慘。終於達成協議，中巴會喺9月1號零時交回黃竹坑同西環車廠俾政府。凌晨2點，容許新巴進入柴灣車廠做準備功夫。中巴仲應承最後嗰晚幫所有巴士入油入水，一切似乎比預期順利。但係關則輝就唔係咁睇啦。即係講咗，我哋係聽咗，但係唔可以盡晒。就係因為我係好清楚我哋嘅對手係邊一個人，所以我諗我哋都仍然有啲後備嘅措施係真係做預備。一旦有啲咩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會俾人一下吊起。所以時間咧入6部巴士一齊嘅同一時間嘅，咁我哋燃油同水係巴士運作嘅最重要元素。中巴雖然承諾幫新巴入油入水，但係成個車隊有成700架巴士，而當晚佢哋就只有幾個鐘頭做嘢，時間緊迫，實在不容有失。雖防人不仁，佢哋部署後着，準備定3個臨時加油站，實行見招拆招，以防萬一。萬事俱備，秣馬厲兵，一切如箭在弦，一觸即發。關則輝一直為6年前離開中巴嘅事耿耿於懷，佢好希望可以昂首闊步咁再行返入去柴灣車廠。而家冇人使車，咫尺天涯，佢特登帶個望遠鏡返公司望梅止渴。員工亦都係。咁所以而家嚟睇咧都有好有親切感。雖然我正式嚟講咧未喺呢度辦公嘅，因為嗰時我喺北角車廠，嗰時就被拆預備搬過嚟，但係嗰時我未搬咧已經頂唔順走咗。即係你咪唔可以入唔到車廠，於是你就揾望遠鏡望下。係啊，而家我哋幾個尤其是幾個更加唔可以入嘅。咁所以而家到目前為止我一步都未踏足過裏邊。試過好幾次喺門口睇都係睇下啲位置啊咁樣，同埋睇裏邊啊，好多員工識得我，咁有啲企出嚟叫我入去入我去，咁我都係耍手擰頭，咁因為未係時候。8月31號晚，新巴控制中心進入最高戒備狀態，工作人員一路追蹤住巴士入油同入水嘅記錄，以防有變。進度幾理想啊！而家都好順利，即係佢哋又肯做入油啊、入水啊。而家10點半啦，都進度咗幾多成？都差唔多一半嘅車㗎啦，超過300架。咁應該我哋夠時間準備晒啲車㗎。咁變咗上一次睇嗰啲後備入油嗰啲，應該唔需要用嘅。唔使用係一件好事啊！用就好論盡啲時間。咁你而家等緊咩？而家靜待黎明啦。大家都中巴出嚟嘅，大家今次轉過嚟新巴咧，希望一個新嘅發展，俾人一個新嘅觀感。大家最緊要識笑，係啦，電影真係好，你哋係
車長，一個一年賺過百，幫公司賺過百萬嘅營業員，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㗎。最緊要安全，安全第一，顧客至上。唔該曬多位，開工順順利利。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最重要人人開心，開工大吉。係啊，而家埋門一腳㗎啦，爭幾耐㗎？仲爭幾個字，幾個字係歷史嘅一刻㗎啦。咩？我哋睇睇嗰個開篷車，唔好我哋揾個位拍住喺度啦。陣先邊個啊？喺我嗰個揾個位拍住喺度啦。陣間咁樣，如果佢冇位你咧，你就要你。11點45分，關則輝到咗黃竹坑嘅車廠門口。兩萬，我未入得嚟。係啊，等12點鐘啊。點解有咩人喺裏邊啊？冇仔裏邊。冇仔裏邊啊？邊個啊？唔買嘢。10幾分鐘，原來係咁長嘅。終於12點啦。關則輝嘅每一步都催逼住中巴專營權王國嘅結束。We all wait for the 6 more minutes to go, or okay, might as well. Waited so long, might as well wait another 6 minutes. Yeah. For the time. For the time. 差唔多啦，差唔多。中巴由顏家大小姐嘅外籍丈夫代表，將黃竹坑車廠交還俾政府。沉重咁蓋一個印，中巴65年專營權從此成為歷史。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謬，求今天所得，永遠守。同一時間，蔡柏榮喺小西灣巴士總站出現，等住佢個 BB 出世。成間好似真係興奮到，好似唔識講佢嗰種氣氛嚟，呢係一種個成果，係一種點講咧？係一種咁多個月嘅成果，突然間喺一剎那可以好似見到少少嘅回報咁樣，嗰個回報係形容唔到啊！呢啲講係一片白茫，真係好開心，呢啲就講唔出嚟。講唔出嚟。我聽嗰啲念嗰啲嘅咧，即係入起油嗰啲真係。凌晨2點，新巴高層進入柴灣車廠。由於柴灣車廠嘅租約凌晨4點先至正式生效，所以關則輝同蔡柏榮都入唔到去。啲細就咁噶啦，呢樣嘢不得其門而入，唯有再等。咁耐都等得，唔爭再等多1-2個鐘頭。接近凌晨4點，佢哋嘅時刻終於來臨啦。我哋而家去垃圾好多啊！大家。唔知識講好難形容咯，好似一個踱步慢慢行翻去。呢條路係咪冇行好耐？真係都幾耐啦，幾年冇行過啦，幾年啦，好幾年喎，4年啦，先足4年，差唔多4年。啱好4點啊3點87分左右。3點87分。3點87分左右。終於衣錦榮歸，吐氣揚眉啦！一夜之間，65年成為過去，一頁新嘅歷史輕輕展開。一樣嘅巴士，不一樣嘅年代；一樣嘅司機，不一樣嘅掌舵人。
一切還看今朝。